你有冇試過抱怨返工壓力大、人工太少、地鐵好逼啊？但其實能夠生喺呢個年代已經係一種巨大嘅幸運。點解啊？睇完南京照相館之後，我先意識到，如果你生於180年前，你呢一世人幾乎冇安穩日子過。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，中國進入到清末動盪時代，之後有太平天國、甲午戰爭、八國聯軍、辛亥革命，平均每9年就會有一次大戰或者內亂。百姓生活係點？國破家亡、流離失所，細個就要逃難，未成年就要賣身，隨時一場戰火，成條村同你一家人一齊消失。嗰個年代活着本身就係奢侈。到咗100年前，你以為會好啲啊？唔會啊！清朝冇咗，有軍閥混戰，再嚟抗日戰爭之後國共內戰。你少年仲讀緊書，轉過頭就要上戰場，你仲喺度計劃未來，下一刻炸彈落嚟，家園灰燼。100年前嘅我哋一生只係喺驚惶同埋痛苦入邊度過。再望翻今日，有電有燈有網絡，擔心嘅係人工夠唔夠，夢想追唔追到，而唔再係聽日仲活唔活到。180年裏邊，第一次你可以自由呼吸、選擇追夢，呢種生活係幾多代人用血同埋眼淚換翻嚟嘅。所以下次你話生活好難，不如諗下，如果你真係生於180年前，可能一世人都冇試過一日安穩。問題係你會點樣珍惜而家擁有嘅和平同埋自由呢？留言話我知。